今仔日，今仔日我发现我有一寡改变，就是今仔日伫推特空间有一个读册会，就是较少年仔，因着去读华文的小说《安妮日记》，就是哪看哪翻做台语，会当学着一寡台语词，而且，迄个所在有足侪高人，足侪大粒头，台语的大粒头，袂像讲伫一寡所在，你无人通好问，嘛无人会当回答。伊是用即种方式，互人感觉足亲切，嘛是主持人，主持的人，伊有互人感觉足爽快，都会定定来，有即个机卡伫内底，即种空间当然真好。毋过进前，我若来，我就想讲，哎呀，这人讲甲比我好，比我无好，足想要互伫即个空间的网友，也是主持人，讲甲我学落，就是变做讲，嘛足要伊别人的对我的回应，就是变做，这拢是心肝头壳内底无头发，摕一个假大的物件牵牢咧。毋过我想讲，上大的问题就是，咱毋知影家己想要啥物物件，所以用足侪标准，做基准。若亲像讲，侪人拢是用年岁，佮有性别，讲即个是查甫的，查甫人哪会无出脱？用性别，用年龄，讲啊，你着要40外岁啊，还袂做着人的顶司，你一个月月吉，趁偌济，啊，你拢几岁人啊？咱伫即个社会有可能咱的灵魂做遥远，听袂着咱心灵迄个灵魂的声音。因为安尼，咱就变做讲，规个人拢共去啊，毋知影讲啥物是好诶，就照大家标准，变做讲有诶人会去追求讲学校，伊诶囝儿逝世爱去读即种拢是贵族、贵桑，内底可能诚济，看起来就是较好野、较有地位诶人，较有资源，啊无就是去立教会啊，教会内底若拢医生、护理师，都有兴趣，内底有资源。若讲一个教会内底的成员拢是做普通，啊无就是做工仔人，有诶人可能就诚无兴趣。这就是变做讲，咱的标准，即个就是追求的标准是即个公认的，即个社会大家拢安尼感觉。就今仔日早起的读册会，就是台文通信，伊有讲着讲一个精神，就是讲大家拢相争，伫讲华语佮有英语的时阵，这个人因为对台湾意识，台湾民族有即个坚持，嘛有即个清醒，伊就愿意特别去讲台语，
啊，即马的状况嘛是共款啊。若讲你定定讲台语，就是较弱势，大家犹豫，甚至会叫你莫讲，讲啊伊听无，啊无就是讲嫌你讲无好，有一寡事，就算你美中也美中讲啊是正确，人嘛无承认。毋过这就是一种精神，咱爱看重的是精神即个面，即个爱看着讲这有展示着什物精神，毋是看着讲大家拢安尼做，大家拢注重迄若讲有一工咱去伫门骹口听大家拢讲越南话，有可能咱就惊着讲是毋是大家拢开始讲越南话，就这意思就是讲，咱爱对着阵可能大家就开始有兴趣去探听那亲像讲，进前有一个酷鱼，毋是酷鱼，飞机的游戏，一个韩国的戏剧，章鱼游戏，大家拢伫插头人，拢伫算这1、2、3插头人，大家就会，有人毋知影的，就惊着讲我安尼爱对着阵我爱知影人伫讲啥，这就是人类毋知影讲，家己来即个人世间，即个世间伊想伊的剧本是啥？伊离即个剧本总远的，就若亲像讲，我伫写小说，长落的小说，我有可能有安排，有一个目的。毋过呢，因为写足久，阁有人甲我留话，阁有人互我试赞，我就开始想讲，我就爱加写大家有兴趣的，大家会讨论的。我写到尾我就迷昏去就迷去我会想无讲拄开始。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是啥？我的主角就若亲像8点档台语的8点档搬到尾变做嘛看无就拢讲大家较有兴趣的，就酷搬即个共款的即个模式，大家较熟悉的。变做讲一开始的剧本，伊想要讲的有可能是做导游伊的酸甘甜，尾变做讲每一个拢伫好野人，伫遐抢财产，伫遐讲离婚碰着囝，就变做大家拢袂记若袂记字，就会开始比较，因为咱拢有一个想讲，改心想要做啥，毋过想袂起来，就开始去无想，开始惊吓。那亲像讲即马疫情的期间，有的人就看别人伫买啥。新冠1号，就对伫买，想讲连这个人拢去买就代表讲买这有好处阁有买保单，防疫的保单，嘛是对人买，讲大家伫遐抢，意思就是讲这会趁白赔一个好康的，就有即种想法。若讲有一个人，伊就知影伊要做啥，伊要考律师，要考要创啥，伊就
心头定，有一个人伊伫咧公司，伊知影讲伊要考一个较大诶公司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伊就袂过要伊讲，今仔日即个顶司有甲伊学落无？伊身躯边诶同事、别部门诶业务有讲，即个人做爱甲伊做爱甲伊斗阵做工课，做欣赏诶，大头母是会当记大头母。那即个人伊心肝内底就有一项上要紧，伊想要做诶，有计划，平常时学落来学落去，阁有啥物人甲啥物人冤家娘济，伊拢袂要伊。若讲有人讲话无客气，家己心肝底就足艰苦诶。这嘛是因为讲毋知影家己要创啥，就爱假先讲我知影我要创啥，就是甲别人共款，因伫咧追求做顶司我就爱对因共款。就若亲像讲，我伫咧学台语，虽然我无对别人去考认证，嘛足侪人想要去看会当去做代课诶，做资源诶老师，我无对因安尼做。毋过我嘛想讲，会要伊讲身躯边诶人，会听你讲台语诶反应，嘛是足，嘛是藏伫心肝内底，无法度想讲我讲台语，我安尼讲甲无好势。拄仔来讲，我有进步，而且我要爱诶，就是即种精神，就是讲无好势，搁爱讲，搁爱练习，亲像白沙一只牛，就是有即种精神，即种食苦诶一个精神，无就是一种坚持。有可能咱看到诶，毋是精神，敢若是一个会当显示、会当展诶一个能力。咱对足侪诶判断，就是能力，才调。咱看袂着讲一种精神，别人不爱做诶，这人会去做，就算讲做这无趁汤嘛无趁粒，伊就点点仔做。咱对迄可能会讲这人足配合，毋过就想讲爱安怎会当摕着伫伊身躯顶，有啥物趁啥物好处，会当叫伊来斗相共，伊遐热心伫咧吹杀台语，安尼我就紧去去上免钱诶课，有诶无诶，有可能是安尼想法。毋过就家己要伊诶，也是讲我诶能力，讲台语诶能力我捌足侪台语诶词，我讲台语是即个腔口足水气诶，我会当用台语去出名。去趁着钱，就是咱的想法会变质，会变甲安尼。若亲像讲，为安怎我写小说的时阵，拄开始嘛是讲写兴趣的，尾仔哪会伫咧比较，伫遐讲无公平，伫遐心肝头不平。怨着别人讲写甲嘛毋正款毋过大家足爱看诶，是别人无眼光，较幼稚，
伤浅啊，也是我家己无法度无即个能力讲，写出互大家拢熟悉的文章，就是变做讲我对能力这物件这才调能力拢是追求甲迷失去啊，找无路啊。这是长久以来思考代志的方式。阮家爱看着即个点，去甲伊改善。毋是讲我着苦苦仔练。以早是苦苦仔写小说，写甲安怎写，希望讲大家讲，这是我想要爱看的，想讲有即个美种。毋过拢找无，大家无爱看即种物件。我阁毋甘愿，阁爱以早安尼写拢会当。即马即个时代，即个社会，即个会怨叹。其实我对台语嘛是伫怨叹，讲我无即个环境啊，我无安怎，我自细汉安怎，嘛是伫怨叹。即马有足侪资源啊，若讲袂好势，就是开时间了时间来弥补，这嘛无啥，就是讲嘛无伫赶紧。哪有人讲可以一个一个问你学偌久啊？你学3年，学3年安尼讲甲嘛臭奶呆。我想我看无人会安尼生，而且本来就是咱的灵魂来即个世间有一个目标，即个目标啊，就亲像讲你若耍 RPG 的游戏，你袂使伊的能力方方面面，拢家调整甲能力每一项拢足优秀的，拢无话讲。若安尼话，就无好势啊！亲像我若写小说，这小说内底这个主角拢无欠点，真正这小说无好写。甲伊写甲性灵写甲若性灵咧。我上册看着的小说，就是内底的主角就是拢好康的拢性灵，拢无啥物忧郁啊、袂公平啊、怨叹啊，阁有一个无奈拢无。逐工拢足正面的。这小说别人有可能爱看，我是看袂落去。自然嘛无法度写即种剧情，即种主角的设定。毋过咱若来人世间，共款是安尼，袂讲啥物拢做甲足顺，一切拢诚顺的人，我想就是定着有一个百面有一，百面是有一个你毋知影的怨叹，会做困难、做艰苦的所在，无讲互你听尔。想无烦恼的人嘛变做一个烦恼啊。咱只是伫追求，对，就是追求这件代志。为安怎要追求，就是家己讲，就输别人讲一句，赢过家己对家己讲100句。就是咱无法度去思考的习惯是无法度去突破。我想讲，我着豆豆仔去改变。
多谢安尼。